书房会是越剧传统戏《沉香扇》中的一折。在50年代时，范瑞娟与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合作演出过。90年代，他们再次合作出现在电视屏幕上，光彩不减当年。表兄，我与你言谈几句，稍时就要分别了。表弟意有何往？我到湖南找亲戚。哎呀，巧极了！巧什么？于是我也要到湖南找亲戚。哎呀，真是巧得很呐！哎，请问表兄，你找的是哪一家呀？表弟，你找的是哪一家呀？我家有物是兵部长史查天表，小弟查来因。哎呀，不对呀！什么不对呀？表弟，不知湖南开封有几个查天表，几个查来因啊？只有一家吧？一家？那我就问为什么也叫查天表，小弟查来因呢？哎呀，这倒奇了。请问表兄，你是何人为媒，何物为嫔啊？表弟，你是何人为媒，何物为嫔啊？我是岳武大人亲口许婚。你呢？哎呀，表兄，你文章快手，才华过人，今天面试得到是流，今天为我吞吞吐吐，若言不语呀。
我不想你，哦，你不想我，不想你啊！那陈姑亲了，这是哪里是气呀？哎呀，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这件事大叫我谁来听？你不说，那我来到后来报天气有了的。你若小子天，少情只是他心急。少年金榜万
人相说，倾诉终局就永回。我为他修为自主配，受尽千里不杀尽人。我为他这夜孤独去过命，金宝地流盼连营，今日我脱这我就多高亏，想想起有夜穷家无心，恨不能他死地道不能去小心，东王花树招人心，有谁知好子偏做梦，我只有恳求人有经历十个苦难，让我仔细地再想一想吧。啊，好好。表弟，差小姐的终身到底娘是不娘？不娘，你懂这不娘？这有什么假的呀？一把，你不要来拉我！是什么？我要去行死！哎，我要去！哎呀，你要去！你不能死！你不能死啊！那你让我去找亲了。哦，哎，你去死！你去死啊！你是我好去背天地，表弟在人无求你，心思你为阎王逼。文秀比他不舍弃，成人姊妹你不愿，你莫怪无人有无忌。成人姊妹不愿意。
为了小姐的走势，乖乖何妨啊？哎呀，到底，哎，你到底贵不贵呀？乖，哎，快一点啊！啊！啊，小姐呀，小姐，我为了你的终身，那表弟叫我跪在他的面前，你在闺中可知道我的苦衷哦？我知道嘞。表弟，你受领了咯，愚兄这下跪下了。哎，万玉出去。哦，万玉这个讲，哎，冤家啊！呀！你们表兄表弟怎么成起冤家起来了？你上去来仔细看一看嘛。仔细看一看。啊！你是查？查什么？查什么？查什么？哪里看的？你莫非是笑啊？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真正岂有此理！哎呀！我说你可是差家的笑，你说道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真正岂有此理！这既然不必多你，我就是茶来饮。你真是小姐，小姐，既然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会到舅家中来的呀？冤家。这是
你我同哭的中真是大家同喜呀！表兄，我与你言谈几句，稍时就要分别了。表弟意有何往？我到湖南找亲戚。哎呀，巧极了！巧什么？于是我也要到湖南找亲戚。哎呀，真是巧得很呐！哎，请问表兄，你找的是哪一家呀？表弟，你找的是哪一家呀？我家岳母是兵部长史查天表，小姐查来英。哎呀，不对呀！什么不对呀？表弟，不知湖南开封有几个查天表，几个查来英啊？只有一家吧？一家？那我的岳母为什么也叫查天表，小姐查来英呢？哎呀，这倒奇了。哎，请问表兄，你是何人为媒，何物为嫔啊？表弟，你是何人为媒，何物为嫔啊？我是岳母大人亲口许婚。哎，你呢？哎呀，表兄，你文章快手才挖过人，今天面试得到是留，今天为我吞吞吐吐，若言不语呀。房会是越剧传统戏《沉香扇》中的一折。在50年代时，范瑞娟与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合作演出过。90年代，他们再次合作出现在电视屏幕上，光彩不减当年。丁丁月。